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再过几分钟，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礼拜，所以牧师要带领大家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那我们在每个主日早上都能够透过敬拜与你亲近。主，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眷顾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用敬虔渴慕的心来迎接与你亲近的时刻。主，我们是何等渴慕这个时刻，求你帮助我们排除掉所有影响我们敬拜你的事物，让我们用专心敬虔的敬拜来蒙你喜悦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邀请各位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一起敬拜我们的神。在敬拜之前，好不好？跟你左右两边的说，戴上口罩也不能拦阻我们来敬拜神。戴上口罩也不能拦阻我们来敬拜。更热情来敬拜他。手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欢呼赞美神。我们的神耶和华，他已战胜死亡，他是得胜的君王。我们
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今天是他所定的日子。他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这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这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他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这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这地大声欢呼。一起来宣告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喜乐，又是我的拯救。这次明星走全力，好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的生命惊喜，我们称谢你，是我神。弟兄姐妹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盼望，他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他的信实上达穹苍。我们要更热烈的来敬拜他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这地大声欢呼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。耶和华已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这地大声欢呼。哈利路亚，宣告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喜乐，又是我的拯救。这次你行走全力，好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的生命惊喜，我们称谢你，是我神。是我们的力量。耶和华是我力量，我心中一切的盼望。耶和华是我的喜乐，又是我的拯救。这次明星走全力，好好消息宣告你的名，高举的生命惊喜，我们称谢你，是我神。耶和华很伟大，配受极大的赞美。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、尊贵、爱戴都归给宝座上的耶稣。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愿你的话深藏在我们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愿你大能的话语成就在我们身上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叫我们一生走在当行的路上，到老都不偏离。叫我们单单顺服于你。愿这首诗歌成我们的祷告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主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主，愿你的灵，愿你的灵降临，是降临在这至高者的能力，覆庇着你。我深相信你的话语
满在我心，是我心的坚立。是我以你话语成为厚安的儿女，以你的灵与我同行。你话语的能力，如今充满在我心，是我心的坚立。愿主的灵照着应许降临在这里。照你是降临在这里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这里。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，我愿意降服你。对主说：“我愿意。我愿意降服你，我愿意降服你，照你的话而行。”愿这首诗歌成我们的祷告。主，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不仅仅领受你的话语，我们要照着你的话而行。哦，主，你的百姓要走遍各城各乡，去传扬你的救恩，传扬你的话语，传扬你的福音。主，愿属于你的百姓，愿属于你的儿女，都要高举双手敬拜你，叫我们活出主的样式，回应神荣耀的呼召。高举双手敬拜他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高举你的手回应神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将自己献上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以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弟兄姐妹，将自己献上给主。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以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举起双手赞美他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
是你先拣选了我们。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我们生命因着有你，必要显出莫大的能力。今天早上我们在主面前回应神的呼召，主，我们一生的意义就是荣耀你的名。谢谢耶稣，与我们的敬拜同在，约纳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。我们祷告不完全，同声开口，用神所教导的主祷文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我们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第4到第6节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。出埃及记20章第4节：不可为自己造任何偶像，也不可仿照天上、地上或地底下水中的任何形象。第5节：不可向任何偶像跪拜，因为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。我绝不容忍跟我对立的神明，恨恶我的人，我要惩罚他们，甚至到3、4代的子孙。但爱我、遵守我命令的人，我要以慈爱待他们，甚至到1000代子孙。以上，愿神赐福听他的话语，也愿意照这样去行的人。今天早上蔡主任牧师所带来的信息是圣经人物故事26，摩西第4讲，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大家平安。我们上个礼拜分享了领受诫命1之后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2条诫命。第2条诫命是不可为自己造任何的偶像。那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你时时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来更新我们，来调整我们。主啊，此刻我们静静地等候你的话，求你亲自对我们启示，对我们说话，并且赐下信心，让我们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第2条诫命。第2条诫命跟第1条诫命虽然是不同的诫命，但是两者之间是有相当的关联的。第1条诫命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敬拜的对象，除了上帝以外，我们不可以有别的上帝。我们应该单单只侍奉、遵从那位在圣经里面亲自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真神上帝。这是第1条诫命的内容。第2条诫命呢，告诉我们敬拜神的方式。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或用人的方式去敬拜神、去侍奉神，只有照着上帝在圣经当中启示、吩咐我们的方式来敬拜他、来侍奉他。这条诫命的内容是说，不可以为自己造任何的偶像。那什么是偶像呢？偶像就是除了真神上帝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信靠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心中当中有什么样的人事物比上帝更重要，那这些事情就变成你的偶像。我们可以把偶像分作3大类。第一种就是我们所造的这个偶像，这一类的偶像是人所造的，譬如说一般宗教所信仰的神佛，或是有些人对于一些动物、石头、树木等等这些去敬拜它，那这就是一种偶像。第2种呢，就是所有使我们可以把上帝放在第2位，甚至把神忘掉的东西，都是我们的偶像。比如说名声、地位、
金钱，或是任何的东西，或是有一些人物，运动场上的英雄、影星、歌星、政治人物，甚至于宗教领袖，都有可能成为偶像。牧师告诉大家，不是不可以欣赏这些人，但是如果对这些人的崇敬超过于上帝，那这些人就成为你的偶像。那第三类呢，我们很少注意，但是却是受到最多服侍跟尊崇的偶像，那就是我们自己。当我们为自己所拥有的专长跟知识感到骄傲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生活只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思意念而不顾别人，甚至于忘记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对自己把自己当作偶像来崇拜。我们针对以上3个偶像，我们都必须要来面对。所以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来处理这3种偶像。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偶像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受到邪灵的吸引迷惑。在这世上有许多不同的邪灵会去迷惑我们去信从他们，再加上个人的无知跟私欲，很容易就被迷惑掉。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个事实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次序倒错。我们产生偶像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人生的价值次序错误了。在圣经当中肯定了人的价值，上帝非常看重人，他使人有尊严才能来参与他的创造，负责任跟他一起来管理世界。那我们人也可以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服务其他人跟万物，来荣耀上帝。所以按照圣经当中，人的地位是在上帝下面，但是在物的上面。但是现在很多人将物质、名声、地位把它当作自己的偶像，为了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，甚至可以失去自己。另一方面，人却把上帝放在人之下，把上帝当作不重要，忽略上帝的地位。这种心态不但得罪上帝，也让我们陷入了困境当中。那第3个原因呢，就是骄傲，过度高举自己。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，他说骄傲是一切罪的源头。他指出，骄傲常常用自我为中心的形式来表现出来。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就把自己取代上帝了。那所以我们明白形成偶像的这3个原因，就是邪灵的吸引迷惑、人生次序的导错，还有骄傲高举自己。我们就开始来学习如何去除掉这些偶像。首先我们要去除偶像，就是我们不要设立偶像，不要拜别的神。第2条诫命告诉我们说，不可仿照天上、地上或地底下、水中的任何形象，不可以向任何偶像跪拜。告诉我们说，不可以造偶像，不可以敬拜他们。那有些人会问牧师说，牧师啊，那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收藏艺术品？偶像跟艺术品怎么分别呢？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，就是不要让这些事物去取代掉上帝的地位。在这边我们要回答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那牧师啊，我们是敬拜耶稣的，那耶稣的像可以拜吗？不能造偶像，那耶稣的像到底可不可以？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艺术的作品会以耶稣做主题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把它拿来拜。我们要明白，耶稣并不存在这些图像当中，不存在这些雕刻当中，因为那是人所造的，我们不应该敬拜他。所有的艺术作品的耶稣都是人所想象的、所创作的。耶稣长得怎么样，我们其实都不知道。所以不要把耶稣的像当作神来拜，而是要把耶稣放在你的心中，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，顺服于耶稣的教导，并且活出耶稣基督为我们示范的生命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那第2个问题是说，那么十字架可以拜吗？
十字架是今日普世教会共同的象征，许多教会或是信徒的家里面都会挂着十字架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十字架本身并没有任何神奇的力量。十字架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进入上帝敬拜上帝的敬虔里面，而不是把它当作偶像来敬拜它。这是牧师要让大家了解的。那第三个就是，那么牧师啊，祖先的牌位可以拜吗？因为再过不久就是清明节，台湾人有祭祖的传统，所以接着牧师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祭祖的事情。事实上，有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办法成为基督徒，是因为祭祖的事。有很多人告诉牧师说：“牧师啊，等我家中的长辈过世了之后，我才来受洗，因为我怕他们不高兴，我需要尽孝道，所以这时候我没有办法受洗。”的确是这样的。很多人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些误解，甚至民间有一些人认为说，他们就传统说基督教西伯兰考，所以牧师要花一点点时间来分享有关于祭祖的事情。我们分作2个部分来说明。首先，牧师跟大家解释这个神主牌位的这个由来。祭祖的人往往会视神主牌作为祖先的化身，祖先就住在这个神主牌里面。当将神主牌视为祖先的崇拜，但是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神主牌是怎么来的？根据民间的说法，在东汉时代有一个农夫叫做李丁兰，他的脾气很不好，对他的母亲有时候恶言相向，常常会差遣他母亲去做很多的事情。这个李丁兰他每天都要到田里去工作，所以他要求他的母亲中午要准时送饭到田地里面让他吃。如果他的母亲稍有迟疑，他就会责怪他的母亲。有一天早上，这个李丁兰照往常一样拿着锄头往田里出发，但是在路上他看到一群羊儿在那边吃草，其中有一只小羊正在吃奶。这李丁兰就很好奇的看着小羊是跪着吃着母奶，他就觉得很诧异，就去询问这个羊群旁边的牧羊的人。牧羊人跟他说：“世界上最伟大的亲情莫过于母爱了。为了小生命，必须要忍受怀胎10月的辛劳。当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他还要不辞劳苦的养育他成人。不但人类如此，就连动物也不例外。你看这个小羊，他一生下来就懂得感谢母羊的辛劳，他跪着吃奶。他说，人如果不知道孝顺，真的是连禽兽也不如啊。就李丁兰听到这个席话，心里就感到说非常非常的谴责自己，非常非常的惭愧。他认为他不但没有好好的感谢过母亲，常常还会对母亲有不孝的行为，所以他决定要做一个改变。那这一天他的母亲因为有事情耽搁了一会儿，送饭的时间就延后了。那母亲想着说，哇，今天我又迟到了，等一下我的儿子又会会大大的生气，所以他就尽力的赶路。就这个丁兰一直等着他的母亲，就看到他母亲远远来的时候，他就跑过去要跟他母亲说声对不起。就他母亲以为丁兰要来谴责他，要来骂他，所以他母亲就吓了一跳，就往回逃跑，就不小心就掉到这个路旁很湍急的溪流当中。这丁兰见状立刻跳到溪里面要救他的母亲，可是这个水流很急，母亲已经被冲走了。他找很久都找不到，最后只捡到一块木头，所以他伤心欲绝，在悲痛之余，他就把那一块木头带回家去，刻上母亲的名字，就奉侍在这个正厅当中，日日跪拜思念母亲。所以从此之后，大家就仿效他，把这个木做的牌子当作神主牌来侍奉。所以透过这个神主牌由来的这个故事，我们知道最早的这个神主牌的意义是在于纪念、感谢
父母亲的恩典，而不是在于祭拜。这是第一个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。那接着牧师要跟大家一起来想祭拜祖先的一些问题。为什么要预备生礼来祭拜祭祖呢？因为台湾人祭祖的观念是将死人的世界看成活人世界的延续，所以才认为说死人也需要吃喝玩乐，所以必须要用祭物来满足他们的需求。所以我们发现民间宗教有一些人过世了之后，他就会烧一些东西给死去的人。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烧纸钱、烧纸屋甚至近代还有人烧汽车、烧信用卡、烧纸的这个大哥大，来供应这些死人的需求。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，你要寄东西给别人，也必须要知道他在哪里，有他的住址才能寄给他。在祭祖之前祭祖的人也必须要了解说祖先到底在哪里，在什么样的世界，才能针对他们的需要来供应。当然台湾民间宗教信仰当中的一些习俗，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考，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点矛盾。一般来说，祭祖的人通常会相信超度或是相信轮回，但是过世的祖先如果有幸被超度了，成功轮回去了，那根本不需要再祭祖了，不是吗？祖先若一直在阴间当中需要我们的祭物，那岂不是表示所有的超度法会功德都无效，轮回也不是真的？事实上，我们的信仰来告诉我们，人死后就是进入上帝的时间，等待最后的审判。当然我们虽然知道祭祖有它的矛盾存在，但是面对台湾传统的想法，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只是论证批评，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做美好的见证。牧师特别要叮咛第一代的信徒，我们信仰最重要的就是孝道。有智慧的基督徒千万不要为了祭拜祖先跟家人产生冲突，不但于事无补，反而破坏了人对我们的信仰正确的认识。所以牧师有以下的建议，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。首先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来编撰家谱。基督徒是真正的不忘本，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常常看到有许多的家谱，可见圣经是十分重视这个家庭的传承，因此使子女了解祖先的谱系，知道祖先的事迹，了解祖先的遗训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可以撰写家谱，或是为先人做这些生平事略的整理，我们也可以整理这些前辈们的相片来出纪念集，让后世的这个子女更容易怀念先人。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追思的礼拜，在我们的先人逝世或是安息的周年纪念的时候，可以在家庭或是墓园或是教堂当中举行追思聚会。我们可以设计合宜而且感人的聚会程序，并且邀请亲友来参加，不仅可以追思故人，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向未信主的家人分享福音。那第三个牧师要提醒大家的就是，我们可以在适合的时节去清扫墓园，到祖坟或是已故的亲人的墓地去整理清扫，献花致敬，来表示追思。那第四点也是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美好的见证。基督徒应该在生活当中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，展现美好的生活见证，用积极的关心去关怀你的家人，参与社会的公益活动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进而吸引人来归主。那最后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要特别孝敬父母。就像以弗所书第6章所说的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敬主比祭祖更有意义，生前的孝敬比死后的排场更实际。
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说：“生前一粒豆，赢过死后拜猪头。”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，生前的这个孝顺，比死后的祭祀更为重要。所以接着我们要来分享如何除去第二跟第三种偶像。第二种偶像，我们提到了，就是我们把那个人物跟上帝之间的顺序搞错了。所以要去除第二个偶像，就是要把上帝放在生命当中的首位，把上帝放在第一位，尊主为大。圣经当中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把上帝的事放在第一位，其他的顺序就对了。这是我们生命的次序。有一些人可能很喜欢欣赏一些职业明星比如说像牧师一样，很喜欢看棒球。但是我如果为了看大联盟的棒球比赛就不来礼拜，这是次序上的错误。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，曾经看过一部影片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这部影片叫做《火战车》，它记载了一个真人真事。有一个信仰非常虔诚的年轻人，叫做艾瑞克·林德，他是苏格兰人，他代表英国参加1924年在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。他参加的项目是100米的短跑，他是当时最被看好的选手之一。全英国的人对他都有很大的期待，希望他能够为国家争取一面金牌。但是当他来到巴黎的时候，他才知道大会把这个项目的预赛编排在礼拜天。但是由于他在礼拜天他必须要到教会去敬拜上帝，所以他决定放弃比赛。当时的威尔士的太子想要对他施压，要他为了英国的荣耀而跑，但是林德拒绝他，因为他认为上帝的话语更要遵从。在比赛的那一天，林德前往巴黎的一间教会出席主日崇拜，并且在教会当中讲道。后来他被安排参加400米的赛跑，这不是他平时训练的项目。但是当枪声一响，他就尽力的向前飞奔，把所有的对手远远的抛在后头。最后他不但得到了冠军，也打破了400米的世界纪录，轰动当时的全世界。在奥运比赛结束之后，他到中国宣教20年。在2次大战期间，他依然留守在战区当中照顾伤患，直到最后被关在日本的集中营当中。他仍不停地用生命去见证他的信仰。他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却跑出了令人激赏的姿态。他奔跑不是为世上的掌声跟荣耀而奔跑，而是为了天上不会朽坏的冠冕而奔跑。他把上帝放在首位，把世间一切的荣耀当作粪土，是真的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学习，一切的顺序都会正确。那接着我们来面对第三种偶像，就是有些人会以自己当作偶像，看自己最为重要。事实上，我们要学习的有一个非常好的典范，就是主耶稣一样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舍己，舍己就是把自己倒空。圣经当中说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原有上帝的本质，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。相反的，他自愿放弃一切，取了奴仆的本质，他成为人，以人的形象出现。他自甘卑微，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和上帝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这个关系，他来自于上帝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但是他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，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抛弃了，就好像一只瓶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倾倒出来，使自己从原本上帝的本质到奴仆到人的形象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人这样做，我们也应该把过度自我，把自己当作偶像的情况去改变。
让我们生命真正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活。愿上帝亲自把今天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，为我们带来改变。我们唯有遵从那位至真、至高、至大的上帝，我们生命会成为美好。愿上帝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不要敬拜任何的偶像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单单尊你为大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这时候，让我们预备心来奉献。请起立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临在我们当中，感谢你拣选我们每一位成为你的器皿，与你同工，在你完备的计划中，我们满心感谢。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恭敬的奉献从你而来的金钱、才能、智慧以及生命，恳求你悦纳、差遣、使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，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。礼拜报告，防疫期间鼓励大家一起在线上和教会弟兄姐妹同心敬拜。线上礼拜的时间还是跟往常礼拜的时间一样，第一场台语礼拜在7点半开始，第二场华语礼拜9点开始，第三场台语礼拜10点半，第四场英文礼拜11点开始。大家可以选择适合的时间来礼拜。在这段期间，儿童主日学的部分，我们也会有线上儿童礼拜，在主日上午10点转播，让家长陪同孩子在线上学习。各个区牧也会利用各种通讯方式彼此关心。愿我们齐心为疫情祷告，愿上帝保守眷顾。防疫期间，虽然采线上礼拜，但是仍然恳请兄弟姐妹们继续为着教会的事工代祷，以及采用以下的方式来奉献。可以采用邮局发拨的汇款、银行的汇款或是 ATM 转账、信用卡的刷卡奉献，也可以选择在周间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半直接到教会办公室奉献。第3点，防疫期间配合周报印制，在每周周一以前的奉献刊登于隔周周报内的征信，
周二以后的奉献则刊登于下周周报里面来征信。第4点，防疫期间每周6以后提供隔周的纸本周报在1楼的守卫室，让会友来索取，也会同步放置于电子档于官网。第5点，防疫期间读经不间断，兄姐可以上台湾教会公报社的网站读取新眼光读经本，也可以在上班时间内到9楼办公室索取第2季4到6月的新眼光读经本与购买圣经充满我的经文填充本。第6点，108学年第1学期奖学金已通过申请者，可于3月29日到4月12日，在9点到5点之间，可以到9楼办公室找李淑芬干事领取。如果没有办法如期领取者，也请务必与李干事联络，逾期未领，一概不予补发。以上报告。这时候，我们要请主任牧师来补充报告以及牧养的代祷。大家平安。这时候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。在教会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有印制清明节追思感恩礼拜的程序单，欢迎弟兄姐妹以家庭为单位，一个家庭1张，来到教会的1楼的守卫室来索取，或到教会的官网去下载，让我们在牧园或是在家庭的礼拜当中，一同思念过往的亲人所留给我们的佳美信仰与脚踪。那第2点，在受难周的时候，在4月9号，就是礼拜4晚上7点半，教会也会有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礼拜的线上转播。那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预备心，保留时间，恭敬的来参加。这时候牧师来做牧养代祷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您保守眷顾我们的一切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得到你的看顾，一切都平安。我们恳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加添我们的信心跟喜乐，让我们随时倚靠神来得着帮助。我们肢体当中如果有身体欠安，主你亲自医治；如果有心灵忧伤，求主亲自安慰，并且带领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同心仰望神来得着帮助，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见证，来荣耀上帝的圣名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这时候请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曲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扶持与相通，与你们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